见不见半点儿牵挂？方才是乘风迎里花间事，是今是大约家中几时啦？他言语巧，来往忙，聪明伶俐不欣赏啥得与多情小姐同款去，还需要引进粉儿小妹相是了，小娘子去打听这集回来，必定从此经过，我不免在此等儿与他，有不可。哦，他来了。小娘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先生烦否？敢问小娘子，该是莺莺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姐么？我便是何老东分。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言出世间不可乱发，一时人儿有理难罢。请说吧。这个小生心长明公是君人，本官昔落人世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日健身，并不曾娶妻来。哎呀，谁问你来？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再问小娘子，你家莺莺小姐，她可常出来走走么？出来便怎么样？夫人结草林顶上，自家年纪教育方。谁算三尺童子辈，浮躁不管十中堂。先生与非亲我过，何劳絮絮分断肠。小娘子，非礼佛言是孤兄，多是神真官不理你房，从今谁要负乱讲？从今以后你当分的分，不当分的你虽不要负分，你要是负分配老夫身份，子你何必藏？真是个书呆子。